天变地变。好，来，我规个设定搁定来吼。头前这段一寡名词，我感觉我个人足怀疑、足犹豫的，就是伊拍有当阵啊，我感觉敢爱大写，伊煞大写。啊，电脑可比讲伫即段讲，咱大头的，因为因老爸咧叫大川是该叫大头的啦。啊，若准讲大头，这是一个人的名，照你讲应该爱大写啊，伊电脑无大写，伊电脑该当作就是大川个人头大大，所以阿爸嘛该叫大头的安尼。啊，过头前遐，迄个什么人名，迄个名为什么伊会大写，敢若称做人名？迄名毋是阿母安名意思嘛？敢毋是？啊，若准讲是安名，就一般的名词啊，为什么伊的名该大写？所以我就讲，伊这白话字大细字，我都感觉有当阵啊掠袂准，伊到底是迄个理路到底是？你讲虎城是一个地号名 ，H 大写写大字 OK， 要毋过奥 K 地，迄个奥大写，你若骂伊骂，伊嘛该大写，这甲头前迄个名，伊迄个理路是因为厝内底的人迄个称呼称谓该大写是安怎，这我毋知影。我就讲看到这我拢会小可较讲讲。好，来，我拄则奥 K 吼。奥 K， 即个词在读书里嘛有收吼，奥 K。即个 K 甲迄个 K 无共 K 哦，即个 K 是客用的 K， 啊，迄个是客人的 K， 人客的 K， 所以即两字 K 是无共 K。KHE 嘛，第三条嘛吼，奥 K。啊，即个 K 是客用的 K 哦 ，KH 第三条是客用的 K。这是 K 用的。啊，你讲的人客的 K， 迄是 KHEH。我讲你电脑无。所以，那汉字，汉字，汉字客人的客是 KHEH， 啊，这才是客第三条。KHE 是第三条。这是你是若要找到汉字是客用的客啊。奥 K 第零嘛，等下我看一下时间出10分钟。好来，搁这段咱拄则对开始读。真生因阿公坐伫门较暗才已清楚就倒来，这拄则过去讲吼，讲个还未入门吼，还未入门就是伫外口吼。真生因阿公坐伫门口埕吼，即个老大家因翁吼，老大官坐伫门口埕，无入嘛是伫外口吼。笑外长的喙手拿热咧吼，热敢若昨还是昨日吼，有讲起即个我讲面热啦吼，相反就是应该是我认为就是相反即个热啦吼。LOH， 但是我迄阵可能查毋对去，我第四条、第三条分袂清楚，所以我无查即个 LOAH 吼 ，LOAH， LOAH 吼 ，LOAH 伊是第8条热吼，伊是第8条。
啦，热，伊即条遮，对啊，另外有用轻声符啊，热，伊是热咧，哪热咧，就是脚骹咧最少个概念就对了，哪热咧。LOAH，嘛是无咧，嘛是无迄个面落落来迄个词。大你大声 LOAH 点对调。嘛无，我有就是有看即个，好热头鬃整理头鬃，喙手嘛是相款整理喙手就是手安尼要怎讲？若摕一支螺安尼螺啦，螺就是安尼来所以即个名词螺就是安尼来梳子啦当然遮也是无手无提多关公迄个动作啦，可能是关公的动作，对，就是手腕两个喙手嘛，对。那正手就是对倒边扫过来，扫对正边安尼啊，所以迄个是叫做螺，就是讲甲遐个毛甲弄个顺就对啊。当然弄个顺，共时间嘛有一种敢若啥，中文华语讲的怡然自得，还是轻松惬意安尼，就是轻轻松松安尼，准备要讲一条轻松的代志安尼，所以热咧安尼，哪热咧，个温柔即个动作就是安尼笑偌长的喙手拿热咧拿热咧拿讲温柔的声甲伊讲，甲即个老大拄则到厝的即个老大家讲的温柔的声是用温柔的声，无生气嘛无急温柔的声甲伊讲，才袂叫惊着我一进门看到咧神道顶的神空的惊着温柔的声甲伊讲，奥克地林马，拄则讲是大川的含情某生的迄个对，是这段后壁有讲，这段最后一段有讲。奥克地林马最后讲真心叫大川前妻的囝做奥克地所以安尼会当理解啦就是但是因囝应该兄才对奥克兄才对为什么奥克地当然就是该叫迄个，可能是一个代称还是啥嘛，就是毋是直接叫伊的名还是讲这是讲伊的外形外观毋知影，伊纯粹罗马字去外口时嘛是保留即个罗马字，奥克地这条奥克地林嘛奥克地阿嬷即嘛嘛是大家的惯势安尼拢叫大人用囡仔的角度来叫阿姑叫阿姑嘛安尼叫老母就叫因翁叫爸爸先生叫因太太叫妈妈嘛是会通对囡仔的角度来叫这正常的奥克地林嘛即嘛是对即个奥克地角度来叫讲迄先马祖婆厝三间，咱大头的家，这大头就是讲大川啦虽然无鬼神嘛知影你讲啥物人咱大头的甲你请去府城，互因国务司啦甲请去府城咱了解，甲你请去府城这是替你做就对啦或者是讲这即嘛这推啊走就干那你拜尔所以甲你即个你有我认为相同意思但是对一个无点名毋知啦甲你请去府城替你做，或者是甲你的物件请去府城，互因国务司啦摕去赶去互因国务司啦即嘛看袂到你竟然惊着
心头顶空空吼，当就天变地变吼，无要紧咯。当就天变地变无要紧吼，先甲你讲一下就对啦，天变啊吼，大条代志啊，先互你知一下吼，代志无要紧吼，毋通安尼看一个人挡袂牢吼。当就天变地变吼，看是即个老大家嘛已经信上帝啊啦，所以袂要紧吼，无信上帝是真要紧吼。当就天变地变吼，都就是恶啦吼，已经全部啦吼，都天变地变吼，天也变地也变吼，无要紧吼，无要紧咯吼。鬼色拄则什么叫做后客地吼，真仙叫大川前妻的囝做后客地吼，所以这个后客地呢，嘛是用大川，但是会当看出来，毋是敢若大川安尼叫嘛吼，嘛大川嘛囡仔嘛无可能是一开始就安尼叫，因为即嘛都大川即当中应该佫是婴仔吧。我毋知影当时啊，伊无讲到即摆是几年后诶代志吼，就是大川是就即嘛歹讲啦，是毋是因为大川做囡仔黑白叫吼，后客地吼，就大家就对大川安尼叫，是毋是安尼嘛有可能啦吼，所以即个后客地无意义诶啦，你若对一个囡仔来讲，有时伊伊会叫一个物件是无意义啊，反正是因为我较早我带阮查某囝吼，伊嘛伊叫因老母就一种奇怪叫声，阮就大家就倒去安尼叫我，其实我一直到即嘛，我嘛是安尼叫阮某吼。OK， 阮查某囝叫阮某叫阿咪吼，所以叫阿咪吼，相款啊。所以即个后客地免个去探究讲到底是啥物吼，就是反正就是大川的叫法啦吼。9点，我看一下，来按3吼，咱甲即段甲读了，对吧？结束吼。较暗。彩衣青草就倒来，来马文。较暗彩衣青草就倒来，来条文。较暗彩衣青草就倒来，还未入门，真心因阿公坐伫门口埕，到这。还未入门。真心因阿公坐伫门口埕，笑外长的喙手拿热咧，温柔的声甲伊讲，来，歹势，拄则个文稿读着，有啦，来，笑外长的喙手拿热咧，温柔的声甲伊讲。来个阮拄则你若无读着，你做一个读吼。我煞袂记真正因阿公坐伫门口埕，你有听着？有啊，有继续吼。好，做一读，还未入门，真心因阿公坐伫门口埕，笑我长，笑外长，喙手拿热咧，温柔的声甲伊讲。靠这吗？对，后客地人嘛，迄些马祖婆咱大头的，甲你请去府城，互因阁无输啦，我较长来，马文。后客地人嘛。迄些马祖婆，咱大头的，甲你请去府城，互因阁牧师啦。
来用。奥克地灵马，歹势，搁一遍。奥克地灵马，迄些马祖婆，咱大头诶，甲你请去府城，互英国牧师啦，对，互英国牧师吼。打倒天变地变，无要紧咯。打倒天变地变，无要紧咯。有无？倒天变地变，无要紧咯。真仙叫大川前妻的囝做奥克地。真仙叫大川前妻的囝做奥克地。即个囝，我煞袂记名，叫啥物老，袂记啊。好，到时会读着吼。即个原来无毋正样啦吼。即个以后会读着故事。好，安尼咱今仔日读到遮，吼，有放感谢，咱下礼拜再个继续吼。拜拜，再会，后摆再过来。